天气来看，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，今仔日的天气是真热热哦。气象署嘛将对台北市顶8地区发布高温的资讯。明仔载暗时开始，水汽就较济咯。东部甲恒春半岛有可能会闪大雨。气象署嘛提醒讲，雨会直到到礼拜。 日头赤炎炎，民众热甲挡袂牢。气象署指出，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，各地温度持续咧升悬，尤其是湘北地区上热有37、38左右，中南部有36度，离岛地区高温也有32度至33度。 今天整体的高温的表现呢，是这一张图上面呈现最热的地方，还是以西半部地区为主。那特别是在双北地区，提醒一下，今天是会有出现这种37度，甚至到38度这样子的高温。 也那水汽的部分，气象署提醒东半部和恒春半岛的民众，拜日暗到礼拜这段时间会出现小连续的大雨，尤其是拜三、拜四、拜五这3天雨势会上大。东南部的大雨也是请大家多多的留意。到了17号这天，午后雷阵雨我们是有提到局部大雨，那范围上面来讲是各地都有可能会出现。那另外就是在比较偏向是东半部地区，我们有提到这种有大雨发生的状况。那所以就是包含东半部地区的降雨跟午后雷阵雨，在这一天也会比较明显。另外，气象署也提醒，目前观察到南海、菲律宾东边海面有热带扰动咧发展，如果后礼拜三有可能加做热带性低气压，无排除增强做风台。路线如果是向西边行，对台湾的影响，阁需要观察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